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加活动，欢迎收看。咱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校园性平知多少？那么，这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哦，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为杜绝校园弄事再现，台南市长黄伟哲、教育局郑局长顶人伫7月11日召开性平事件零容忍、三无已有记者会，并带领校长、教师甲保校业者等团体宣誓。同时公布多项申诉管道，希望透过多方合力，展现台南市打击校园弄事的决心。老师是学生心中的偶像，所以他不会去怀疑老师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学童知道，无论是任何人，只要你身体某一些部位遭受到侵犯的时候，就是你要去求助的时候。所以这个部分所谓身体的自我保护，我们一定要落实这个性平的教育。我们会设计教案。面对未来，面对现在，我想，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校长一定会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也是我们身为教育人的共同的使命。黄市长讲，校园弄事事件造成民众不安，为此特别召开记者会，向社会大众宣示市府对校园性平事件零容忍的态度，并秉持无隐瞒、无包庇、无拖延、有案就查、熟悉就法的原则。这次在这段时间接二连三发生这个校园性平事件狼师的这个事件，其实市府也表示相当的遗憾。事件发生在以前，揭露在现在，但是市府的态度就是要去面对，不应该拖延，也不会拖延。那么我们宁可家丑外扬，也不能让色狼，也要让色狼曝光。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一定是严肃处理。保护学童身心健康是教育人员首要责任。黄市长绝无允准老师对学生性平事件，不只违反教育人员专业伦理，嘛有损教育人员的形象。一旦查证事实，绝对庄严处理。性平事件零容忍。台湾是这个亚洲地区哈，第一个当多元成家哈，就是这个性别平等一个国家啦哈。讲起来，咱台湾人哈是行在上先进的这个社会当中哈。但是呢，咱知影哈，伫这个社会的各角落，是不是真正有这个性别平等？也就是讲哈，伫咱的校园当中哈，咱对的这性别平等，还佫有咱小朋友的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教育哈，咱到底做偌济代志咧？那么伫今仔节目当中吼，咱特别邀请到咱嘉南药理大学这个助理教授，同时伊嘛是咱台南市政府哈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这个教授哈，咱的这个老师哈陈晓老师江教授啦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大家好。我是嘉南药理大学社工系的老师，我姓江陈晓，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过来跟大家谈谈校园性平的事情。是，那么讲到校园性平，然后咱怎样讲？伫学校来的哈，我知道我有看一个数据啦哈，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呢，它到底有没有很客观，或是说正确啊哈？一共如果在校园里面发生这个性骚扰一共性侵的这些事件，好像女生被性侵是性骚扰，她的那个数字好像比较高。是如果是性平的话，哈，或是性别歧视，对，好像是男生就会比较高，是哦。那么就这个情形哈，是不是请咱的这个教授哈，给咱的乡亲朋友哈，这个大概的这个状况？好。那大家好，我要来介绍一下哈，因为在校园的一个所谓的性别平等的事情里面，它其实是可以分的一些哈，我们平常知道的哈，就像我们主持人你谈到的性骚扰、性侵害，那当然就是好像一般来说还是女孩子
受害、被欺负的状况多。但是事实上，校园性别平等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块，就是我们主持人你也很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性别歧视。是，嘿，所以性别歧视它还是属于咱讲的性骚扰、性霸凌的一环。很奇怪哦，它很神奇的就是变成是男孩子，一些比较跟一般普遍的男孩子的样子不太一样的男生，反而就可能会是受害者。对，我们传统的观念我想这些爸母啊，甲我。或许我们教授也是这样子成长过来的咱总细汉的时阵，可能就被教育像我们今天是女生嘛咱可能从教育的女生要有女生的样子比如说从小穿衣服的时候，女生就穿粉红色、穿红色男生的是穿蓝色穿深色的看男生倾向的颜色啦那在玩玩具的时候，可能女生的是芭比娃娃、洋娃娃啦一些缝纫手工这些的这个游戏，但是男生的话就是被定位你就是要去生那个无敌铁金刚汽车啦、机车啦这些比较刚性的这个玩具，所以我们好像从小我们在小的时候长大都会被灌输这样的观念，所以让一群人被好像有点定位了，可是到了长大之后有些人慢慢好像他自己也发现，他好像我是男生跟我一样的男生好像不太一样，我是女生，我好像跟我一样的女生也不太一样。我在想这种的情形教授也研究比较多啦而且案子也比较多，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的所谓的校园里面性别歧视、性霸凌就是这一块，就是因为咱主细汉我们都一样就是查某囡仔人你就是爱有查某囡仔款，你查某囡，然后你食饱的，你查某不用哭嘛，你要坚强，不能哭嘛所以呢，其实，在这样子很传统的刻板印象，我们长大，长大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不在这些框框里面的男孩子跟女孩子，他们就累了，对，嘿，很辛苦就很辛苦了。因为有些男孩子，我就喜欢缝衣服，对，我就喜欢炒菜，像那个吴继刚，对，他就喜欢芭比娃娃，然后很多女生，我们上课不是都规定要穿裙子？对，现在很多女生说，可是穿短裤穿长裤，对，看溜俩，对但是呢，她在成长过程可能除了家里面父母会念，在学校，在外面的环境在学校可能就会被欺负了。像我们去学校你说制服就是制服的是女生的请裙子男生的请长裤、请短裤这个我们要从小就是这样子是啊，连老师学校也是这样教育我们所以很多咱教授在讲像吴继刚，我们等一下来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性平其实我知道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好像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国中生的时候，叫做叶永志这个叶永志他的故事引起社会的这个大家的一个哗然还有的是讲大家重视那么这个社会去重视这个问题了我们今天有这个性平的这个教育，好像也是因为他开始。那么这个故事，我们让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好。我们来谈一下叶永志。叶永志其实我们给了他一个名字叫玫瑰少年。那玫瑰少年其实在去年我们的蔡依林，是蔡依林，她也写了一首歌，就是专门向叶永志致敬。玫瑰少年。对。那你会想嘛，少年不是应该就是很 man 吗？对。怎么会是用玫瑰呢？对。所以也就是叶永志，他就是一个从小就是非常温柔的，比较像玫瑰色的，然后很喜欢这个缝东西、炒东西，所以呢，他就是这样长大。但是永志呢，他到了国中的时候就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叶永志国中3年级，那时候是民国89年，距离现在20年了，刚好20年呢，20年了，好快哈。那永志他就是因为一直在有一个性别的状况里面，他不是很传统的男孩子，结果就变成在学校里面他没办法去上厕所。
他去上厕所就会有一些那个比较男生哈，就是那些比较爱玩的男生就会嘲笑他，然后会脱他裤子，说叶永志你是男生女生啊，为什么讲话这个样子？好，我们要检查。是，对，所以永志就只好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好，他就变成是上课时间去上厕所，然后就很不幸的就是在89年的4月20号，永志那时候已经国中3年级了，然后去了洗手间之后，去了厕所之后，因为在上课的时间去，结果一直都没回来，结果下课之后就发现叶永志死在厕所里了。是，那他是自杀吗？没有，他就是其实他就是摔下来，那后脑，他整个后脑就碎掉了。那但是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都没有目击的人，然后现场刚好也被学校的一些老师哈，就是请学生把现场冲洗掉了。对，所以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叶永志是怎么死的。但是我们其实就在问一个问题，他永志就是一个国中生，为什么他没有权利在下课的时候去上厕所？所以因此呢，在93年，我们这个教育部就定了一个性别平等教育法。那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要回答主持人你的问题，就是说以前叫两性平等，对，现在要叫性别平等。因为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传统的男生，他也不是那么传统的女生，可是他应该有权利，所以因此我们就称之为性别平等。是，叶永志哈，他应该算是说第20年前那个年代啦哈，跟现在差了20年，这个时空啦哈，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比较保守，那时候的社会比较保守，所以他这样的个性。可能就是被隐藏起来，好，那他也不敢去表现出来，好，还有加上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哈，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进步到现在啊，哈，那个公爹他都在你讲吴继刚，吴继刚，我觉得他算是比较幸运，同样的，好像年代差不多，两个人哈的背景都有点类似，但是吴继刚他后来到美国去。一去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看过那个资料，他妈妈刚开始对他这样的倾向也有点担忧，但是可能是因为他在美国的这个社会，跟姨妈妈哈，他的知识型也比较能够接受医生给他的一些建议啦，或是说医生给他的一些知识哈，所以这个吴继刚他喜欢玩芭比娃娃，是好，他喜欢缝缝东西，那妈妈也很尊重他，所以妈妈。时常带去买伊要爱的这那个婚纱，然后让他自己去自由的发挥哈。这个你看在奥巴马当选总统那些就职典礼的时候，奥巴马爷老婆夫人蜜雪，你看他穿着他的那个衣服这样子摇身一变马把那个吴继刚变到那个世界的舞台上大家都看到吴继刚哇，我们台湾人呢他是我们台湾人，我们会觉得很光荣。可是如果那时候的社会，他如果吴继刚不是去那个环境来对啦，或是说他妈妈没有用比较健康的方式去教育他，或许今天的吴继刚也不是吴继刚其实叶永志如果有相同的一个背景环境的话，我等下今天的叶永志也会变成第二个吴继刚啊。是啊，所以人有时候命运真的是就是说有时候就上帝喜欢捉弄人啦，而且讲上帝对每一个人不一定是最公平的啦。那么这个当中当然我想叶永志安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尤其校园内，我想多多少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讲咱的校园内，如果有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虽然咱起码是较进步啊你想想看，时光多了，已经过了20年嘛，过了20年，有够进步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小朋友，假设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像吴继刚啊，是讲像叶永志这样子，然后呢，他到了学校去学校的同学啦，改霸凌啦，或者是说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当父母的可能就很辛苦。那我们当父母的话，咱的父母边可以改。谢谢主持人其实。在叶永志89年那个时候4月那时候，
刚好被霸凌过世的时候，吴继刚是高中生，因差几岁呢？对，就差不多同年代。吴继刚都在美国摕到芭比娃娃服装设计太大的落差冠军哈，所以我就觉得说20年前哈，吴继刚、叶永志的父母的心情，教了我们20年后，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我们要如何去教养他们，如何去培养他们，其实都一样是一个要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哈。所以我就想说，吴继刚的状况是他们家在台北，所以可能家庭的环境较好哈，所以他们是后来就是吴继刚的妈妈哈，也是去看心理医生。对，因为想讲啊，问吴继刚安尼是有正常无正常，那医生跟他说这是小孩子的特质，好，所以伊就改上去美国，而且还请了一些服装设计师，哈，把吴继刚栽培哈，我们现在是很荣耀嘛，哈，是世界舞台对。那叶永志因到底屏东，然后其实叶妈妈也很爱小孩，一个装卡的爸母，伊拢找礼拜坐迄个那个高雄客运，他就说叶妈妈，她就说就是打礼拜坐高雄客运去高一，跨医生。那她妈妈也算是真的会成长的妈妈，很有心。好。结果高一当然就跟他转介精神科，然后精神科的医师说什么？我们不是要来治疗叶永志哦，我们是要来辅导叶妈妈、叶爸爸，因为你们家小孩没问题，是叶妈妈、叶爸爸，我们要用健康的方式去面对去看我们永志。所以事实上，叶妈妈、叶爸爸是很棒，但是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同学并不理解，所以才会发生了玫瑰少年叶永志这样死亡的故事。所以就回到我们主持人您说的，如果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身为学校的老师，然后碰到这样子性别气质，我们说性别气质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比较没有那么刻板的男孩子、女孩子的样子，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当父母的，我们要肯定自己小孩，对，他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只是没有那么传统的样子，好，那我们应该要去接纳他们，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今天的主题，校园性平。我们也就因为永志的生命，我们得到了一个立法，叫做性别平等教育法。所以呢，在校园里面，经过这20年来，不断的教育学校的老师，我们不能歧视这样的学生。那但是年轻人嘛，学生青少年，他们可能会不懂。对了，对。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借由家长在家里肯定我们的小孩，然后学校老师，能够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好去了解，就很像我们蔡依林那首歌，你没有错，对，你不需要修改，对，你有生存的人权，对，因为现在社会尤其是个网络。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网络霸凌，但我们那些霸凌的，只看咱周遭的同学，是网络上面人要给你霸凌，我都不知道但是咱怎样讲，这社会是一直在进步啦有的人较科学的，就是说他在社会还没有进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牺牲掉了。那这些人呢，也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社会进步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发生叶永志的事情，我们可能还在原地踏步。没错。那叶永志的事情，让社会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让教育部去注意到这个问题，让政府去注意到这个问题。你看到走了20年，20年，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性平的一个法律出来也可以多元成家所以说这个过程需要一直在进步。那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很多人牺牲了那但是板公这个叶永志他应该要算是最后一个牺牲，可是我知道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人在这个当中里面受到霸凌，而且讲牺牲掉了那么在这当中当然我们只有家长也不够啊因为小孩子毕竟要走到社会去，要到学校去，所以我们的学校对就是讲按那些性平教育应该老师这一方面应该要更具备
好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啊好啊，还是讲这个涵养啊好啊，那我们学校里面对这种性平的教育，我们是怎么做 ？OK。其实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谈到那个性别比例的事情那我们就会说，像那个性侵害、性骚扰还是女孩子多，对，像这一种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性别气质的时候，男生受害的会多一点。那我们又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女生在欺负这些比较不一样的男生呢？是哦，还是男生在欺负这些比较不一样的男生？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好在大学教书了很多年，我就会发现说，像永志这样子气质比较柔软的男孩子，他很容易有姐妹，也就是说，我们女生是比较能够接纳。这样子的一个男同学的存在，比较没有侵害性。对，他反而是比较没有侵害性。对，是。可是反而是男生，排斥他，所以永志才会在厕所，然后被脱裤子，然后没有办法，然后这样的可以想象那一种被侮辱对，被侮辱的感觉。然后这种事情20年来还是在发生，也就是说。真的，我们有时候就会听到一些学生他们被性霸凌，一些心酸的故事，也是一样，就是他可能在生活中然后同学排挤他，然后或者去洗手间同学就嫌他说，你变态，你不要来，然后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们以前都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是吧？现在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呢？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样子去思考，你去观察，你会发现，因为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性别气质不一样的男生的男孩子，就是越刻板越阳刚。也就是说，可能在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处理，跟你讲你查甫囡仔，你就是爱生查甫囡仔。对。然后呢，他自己的成长过程，那我们现在 FB 上这些男孩子就很怕人家嘲笑他不够 man，所以他要装得很 man， 对，所以反而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看到了像类似叶永志类似这样子比较柔软的男孩子，会引发他们心里面害怕自己不够好，害怕自己不够 man 的那一种害怕，是投射，所以因此呢，他反而。就可能就想说，我要欺负你，否定你，来成就我自己，对，来成就我自己，肯定自己。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主持人您的问法，学校要怎么去教性别平等教育？我们当然就是说平等嘛，互相尊重嘛。可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加害者，那些男孩子，或是那一些不一定是男孩子啦，当然还是有一些男女学生都会有，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无知，或是他们恐惧，或是他们甚至内在有一些担心，然后就变成去霸凌别人。所以有时候加害者反而是更脆弱的那个，更需要教育，更需要人家协助。对，他们那个。我刚刚讲被霸凌的这一位就叶永志我们是明显的看得到他的求救，或是说他的一个需要人家的帮助。可是霸凌别人的人我们有时候反而忽略了。那等等干嘛？有时候他反而更需要教育，或是更需要人家去帮忙他。可是因为他的那种武装起来，等等好让忽略说，他其实需要帮助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性别平等教育，当然除了学校，还有家庭，我们应该是要去做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讲我就是教传统的嘛，你查甫囡仔你都不用给他好，对，男孩子哭就丢脸。以前我们常常都会听，查甫囡仔靠起来。然后女孩子女孩子那个讲话走路不像女生这更小，像这样子的那一种刻板的那种想法。我觉得除了家庭，当然家庭教育是一个啦慢慢来嘛因为咱主细汉都是安尼大汉，但是至少学校老师，我们希望学校老师能够理解什么真正的性别平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容许他成为他自己，他可以是一个温柔的男孩子，他也可以是一个比较 man 的女孩子，因为他一个天性，他有一个生存的人权，
然后如果说我们能够容许每一个人做自己，我觉得他就是我们性别平等教育里面真正要去教，因为大概也只有性别平等这样子的一个落实，互相尊重，才真的能够去阻止这些性侵害呀、性骚扰啦、性霸凌这些事情的发生。从叶永志的事情发生到现在20年嘛，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走了20年算讲咱的小孩有在进步啦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性平的这个教育出来嘛那么就是讲其实咱今嘛卖讲性平教育啊，其他的咱像网络，还多咱在讲，网络霸凌很多。网络霸凌，像你讲蔡依林这首《玫瑰少年》里面，她有一句话真的很贴切，她说乱世总是不缺俄语。是呀，这个社会真的是你若要听人去跟你讲你什么会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啦那么在这当中我觉得当父母的人，或是说当老师的人，我们要教育小孩子面对现在社会这么多复杂，有时候真的是连父母都遇不到的，他可能很小的年龄他就会遇到。那我们当父母的人，我们去教育小孩子，或是说家长去教育老师去教育小孩子，要面对社会这么多的这个复杂面就讲在用批评的时候，我们父母要有什么态度，或是老师要有什么态度去教育小孩子？我就想说，我们刚刚提到性别平等来宾的平等尊重嘛，那刚刚就说平等尊重的有每个人有做自己的一个权利那主持人您刚刚的问题，其实我会想到的是什么？如果像这乱世之中儿语特别多对，那我如何去维持我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相信自己。肯定自己的什么身体自主权？好，我可以是我的样子。那所以呢，如果说像这样子的霸凌的事情歧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会觉得说都是我不好。因为我不听父母的话，不听师长的话，朋友不喜欢我，也许是我不够好。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在做性别教育可以去教的，就是你有一个身体自主权，你是你身体的主人。所以今天如果网络霸凌，或是在实际生活中我去上厕所，有人阻止我上厕所的权利，或是说生活之中的一些歧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说你。You are OK 啦，你是好的，你没问题。有这些事情，有问题是别人，是有这些事情，你要勇敢，勇敢的面对。那勇敢面对是什么？就是把它说出来。如果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今天能够看这个节目，然后可以知道说，其实年轻人要慢慢的这样长大，像蔡依林的在乱世之中，对，是而已那么多，要慢慢的长大，他们很需要帮助跟支持。所以我觉得家长老师有一个正确的性别平等的概念，然后学生我们的小孩能够勇敢做自己，然后发现有任何的问题他愿意去求助，我觉得这很重要。是，其实父母来教育小孩子本来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尤其你若是拄着讲囡仔内底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会更辛苦。但是我感觉讲咱做一个现代的父母如果说你在教育上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求助不要羞于开口可以去医院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个机构都可以协助我们那么今天咱讲的这校园性平其实还很多啦那么我们感谢我们嘉南药理大学助理教授阿姨东西嘛是咱性平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张成晓教授，谢谢教授，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